喺中山坦洲1400尺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個戶型。嗱，可以睇到我哋呢個陽台咧有8米長嘅陽台，睇個湖景咧超級靚㗎。呢個小區咧每日咧有2班車直通我哋香港㗎，早上一班，下晝有一班㗎啦。另外咧佢有5所學校喺呢度，2所幼兒園，3所小學嚟嘅。呢間房咧係全贈送個面積嚟嘅。再過嚟呢度咧係我哋乾濕分明一個廁所嚟㗎啦。再睇下我哋南北通透一個客廳，餐廳嘅位置咧，佢係做到開放式一個餐廳，非常之靚嘅。過嚟呢度咧係我哋一個魚塘房，朝南向一個魚塘房嚟嘅。如果你買呢度咧養老咧居住咧係非常之舒服嘅，而且總價又唔貴，130萬左右就可以攞低呢個精裝交樓嘅。旁邊呢度咧仲有我哋一個衣帽間帶埋衛生間嘅，主人房咧可以做到南北通透。對呢套房感興趣咧，可以滴滴咪姐啊，拜拜。Later。